Hello，係我 Rich Harvest 嘅 Jeffrey，今日嚟到 Goodman Street，咁陣間就同大家咧會參觀一個 apartment 嘅 room tour，咁喺邊咧？陣間同你哋揭曉下。冇錯啦，就係嚟到呢一個 Jewellery Quarter Rise 啊，光明崛起，咁佢有幾犀利咧？咁我而家帶你哋去睇呢一個地方咧，佢佔嘅面積係有66平方米嘅。好，入到嚟呢一個單位咧，已經見到係非常之嗰個採光度非常之好啦，有自然嘅採光，然後咧風景咧十分開揚嘅。補充翻 JQ Rise 佢總達24層高，並推出多達280多套 apartment。嚟到客廳呢個部分咧，適合2個人咁樣，或者加多個小朋友都冇問題。喺度擺一個黑膠機，或者咧睇一睇電視咁樣咧，屬於自己嘅一個 me time。然後仲有一個咁樣嘅位置啦，平頭咧，我哋就可以喺度飲下咖啡，準備咧迎來新嘅一天嘅工作啦。好，咁入到嚟呢一個其中一個 bedroom 啦，佢有一個櫃仔包埋，跟住然後有一個好大嘅窗啦，跟住嚟到呢邊都係非常之開揚，呢度可以擺一部電視啊。跟住呢度係屬於一個 double bed 嘅，應該係3邊落床啦，有2個床頭櫃，可以擺盞燈，同埋有少少儲物嘅空間。依家同你哋講咗係有一個 ensuite 先嘅，空間係足以有2個人咁樣使用啦，有一個旗桿啦，非常之乾淨，同埋空間十分之方正，所以咧使用空間非常之大。然後仲有一個衣櫃，租房嘅朋友仔咧，嫌呢個衣櫃可能有啲細嘅話咧，其實自己都可以再擺多個儲物櫃仔喺隔離呢個位置，咁樣都 OK 嘅。大家睇下第二邊，順帶一提就係有個5角大樓喺呢一邊啦，亦都係白明巷一個非常之出名嘅大廈，十分之能夠去 approach 到市中心啦，地段非常之方便近啦。嚟呢一個珠寶學園咧，同埋呢一個 Jewellery Quarter 咧，其實咧佢行嘅距離咧只需要15分鐘。喺日常方面，我哋只能夠用3個字時間就可以去到 Tesco， 同埋可以去到 Jewellery Quarter 嘅火車站。所以喺通勤方面咧，非常之適合你哋呢班要工作啊，或者係中意出去娛樂嘅租客們啦。好，咁我哋依家就嚟到呢一個廚房啦，係一個開放式廚房，貼近咗呢一個 living room 同埋呢一個 dining room 嘅時候咧，非常之有娛樂嗰個價值嘅。例如你想可能邀請一大班朋友啊上嚟，喺度煮下飯，或者喺度坐喺度飲杯酒咁樣咧，其實咧大家個互動性咧非常之強嘅。咁打開個雪櫃俾大家睇下啦。順帶一提，呢個牌子 Candy 咧喺英國都非常之出名嘅，保證到其實佢喺日常嘅應用啦，都可以有一個足夠嘅 guarantee， 有一個保證咁樣咯。好，咁打開啦。我中意佢一個好嘅位置係咩？就係佢呢個位置咧，其實佢已經幫你咧做好一個分隔，擺叉啊、擺羹啊、擺筷子，非常之咧係可以 user friendly 嘅。咁仲有一個焗爐啦，洗碗碟機，方便呢啲好似我呢啲咁樣嘅懶人啊，唔使成日都自己洗碗啊，咁樣啦，非常之好。同埋我中意佢呢個位啊，就係平時如果咧你可能煮飯洗嘢咁啱細嘅彈到呢個時候咧，其實都好容易咧就可以進行到呢個清潔啦。好，咁頭先咧就介紹完咧第一個 bedroom 啦，咁就嚟到第2個咯。頭先我講到話點解係第一個 ensuite咧，因為其實呢一間房咧佢好係好在，原來佢仲有第2個 ensuite啊！喺伯明翰呢個地方非常之難得，可以揾到一個 2B 嘅地方，而2間都係 ensuite嘅，同頭先個房型咧其實係非常之相似。只不過窗咧係比較少啲，但都唔影響到佢嗰個採光度嘅。自然嘅採光打落嚟嘅時候咧，其實係對人體嘅皮膚或者對人體嘅健康咧都非常之充滿呢個營養價值嘅。英國呢啲咁容易 emo 嘅地方，都唔會咁容易咧係感受到唔開心。其實我自己覺得業主咧佢都咧非常之有誠意咧，係包埋咗呢啲咁高質感嘅家私嘅。色彩嘅運用方面咧，非常之提亮到一間屋嘅一個審美啊！咁打開埋呢一個廁所俾大家睇下啦 ，ensuite 嚟嘅，同頭先嗰個廁所唔同就係呢一個係一個
企杆同埋呢一個肉杆2合1嘅設計，所以咧因應唔同嘅心情，其實你都可以去做唔同嘅選擇咯。例如我今日心情好啲，接近 weekend 嘅，浸翻個 bath 咁樣，其實都非常之好嘅。嗱，呢個亦都係一間屋嘅奧妙，就係原來係可以打通到嘅，成個迷宮咁樣。咁我哋去到最尾一個環節咧，就係嚟到呢一個 utility room 啦，一個足夠嘅空間咧，可以俾你咧去做一個儲物嘅。無論係2個大篋、1個細篋、3個大篋、2個細篋，係咪聽到好混亂咧？都係可以俾你容納得到嘅。好啦，咁今日我哋 Rich Harvest 嘅 room tour 咧就到此為止。如果你哋中意呢段影片嘅話咧，麻煩 subscribe、like 同埋 share， 同埋 follow 咧我哋咧各個嘅平台。咁有啲咩資訊咧，或者係以後想睇樓嘅話咧，我都會預埋你哋嘅。好，拜拜。